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6，诗篇33篇20节到21节安尼讲：阮的心神挺候上主，伊是阮的帮赞，阮的盾牌。阮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，因为阮倚靠伊的性命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帮赞甲盾牌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赏赐丰盛恩典的全能上帝，你是示落无比疼痛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伫你美好的旨意甲安排，阮才会受你拣选的儿女，通伫你的创造中真做尊贵，也受你的交付来管理一切的受造。主啊，这是何等的恩典甲荣耀！阮只有用阮所有的来回应你的恩典甲疼痛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造阮是如此的美妙，互阮通属伫你。主啊，阮的心神要挺候你，因为你是阮的帮赞，是阮的盾牌。阮的心要因为你来欢喜，因为阮倚靠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